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用诗歌，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回应神。求主怜悯我们，救赎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与主一同做美好的征战。首先，让我们能够诚实在神的面前，真实的悔改。主，你已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求主塑造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面前为他而活，一生讨神的喜悦。主，你已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真实悔改，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你是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用悔改的生命来向神祈求，求神的怜悯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一生讨神的喜悦。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内心真诚的祷告跟感恩的心。主啊，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下宝贵救赎的恩典，感谢你的话语的真理所带给我们生命的亮光。求你透过你的真理的亮光，
来照亮我们生命前面所要走的道路。求你的圣灵此时也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不仅能够理解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将真理活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要求你，恳求你赦免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我们所犯的过错。我们时常活在世界的价值观、世人的期待当中，却时常忘记了你的教导。我们是照着你的形象所造，更应当活出你所教导的生命。这时候，我们也要专心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深入、更深的明白主你透过以西结先知书所传达的真理，将悔改就可以得着生命存活的真理信息，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向你献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主题：悔改得生命的存活。悔改，生命可以得着存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悔改真的可以，生命可以得着盼望吗？悔改真的可以得着生命的救赎吗？有人也会讲说，那不如我先把我还没有犯的错误，还没有犯的罪，我先犯完了，我再来悔改，那我可不可以得救？很多时候在许多在悔改的议题上面，跟我们实际的行为生命上面，我们该怎么样能够在我们了解今天的神的话语真理之后，我们能够确切的完成上帝的心意，而不是如同我刚刚所讲，我犯完了我应该犯的错误之后，我再来悔改，得着上帝的救恩。其实在今天的圣经节里面，其实谈论到了很多关系到我们现在的人，我们时常在认识悔改的生命以及行为的本质上，我们应当要如何来做个调整。那求神帮助我们。在开始以前，牧师要用一个短短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从小他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那他的父亲呢，年轻的时候呢，非常放荡不羁啊，那欠下了很多的债务啊，那甚至到最后呢，家庭啊整个破裂。当这个年轻人他长大之后呢，他总会觉得说自己背负着父亲的这些罪，甚至这些债务，他觉得很不公平。人生的道路处处受到很多的拦阻，甚至呢，他觉得他努力的读书，认真的工作，却没有办法能够面对他新的人生。他总觉得命运怎么一直让他感觉到他比别人还要可怜，而且感觉到那么的不公平。他心里面常常想，为什么我要为我的父亲的过错承担这样子的后果？这不公平。简单举个例子，就像我觉得我的脾气不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哈。只要我为了某一件事情，我会据理力争，然后还蛮容易脾气就会压起来哈。那我时常去回想我的父亲，他在我小时候怎么对待我的时候，我去想说，每次只要别人在问说，为什么你会发脾气的时候，我总是会把它归咎到因为我的父亲，因为过去我的父亲怎么样对待我。所以当我在看到今天的圣经节的时候，我终于明白，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同样的感受到那一种他的生命感到不公平，而且别人所造成的问题，他需要自己去解决
面对还有处理他自己本身的内在生命，而成为他心中那一种好像无法去抹灭的一种伤痕一样。好，我每次牧师只要我看到很温柔的人，我都会觉得我很想要像他一样。可是当每次我只要发生我的脾气又来的时候，我很容易又归咎我过去因为怎么样过去的父亲因为从小怎么样。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同样的类似的感受。曾经有长辈也曾经，或者是有些人会讲说，种什么样的因，那结什么样的果，或者是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感觉到自己好像不断的在继承上一代某些问题，而导致我们人生那个路途上，我们也是这样在走。而这种感觉正好就是以色列人心中他们非常普遍的困扰，因为他们被巴比伦掳走之后呢，国家灭亡，他们的心中就充满了痛苦和不满。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而且呢，他们却为了祖先的罪孽，还要为他们的罪而买单，所以他们才会有如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这段圣经节。好，在以西结书18章2节所说的，父亲吃了酸葡萄，而儿女的牙齿却酸倒了。好，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期待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认识以色列人他们所认为的不公平的一种埋怨跟抱怨，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时常这样在犯。透过先知以西结，我们能够上帝其实正在告诉我们，上帝其实不喜悦这样的生命，他也上帝在驳斥这种错误的观念，而且呢，我们必须要对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负责。很有趣，今天的圣经节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得着这份生命的祝福。以西结书第18章1到32节，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这样子说：上主对我说，他说，以色列境内流传的这句俗语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至高的上主这样说：我指着自己永恒的生命发誓，以色列境内绝不再流传这句俗语。每一个人的生命，好，上主就讲了一个很清楚的一句话：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我的，无论是父母或儿女的生命都属于我，谁犯了罪，谁就会死。接下来第5节，假定有一个诚实公正的好人，他不拜以色列人的偶像，不在山上神庙吃祭肉，不诱拐别人的妻子，不跟经其中的女子同房，不欺诈，不抢劫。他把抵押品还给负债的人，拿东西给饥饿的人吃，拿衣服给赤裸的人穿。他借钱给人，不取利息，不做邪恶的事，公正处理纠纷。这种人服从我的诫命，谨慎遵行我的法律，他就是好人，他一定存活。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假定这个人有一个儿子，他抢劫、杀人，做他父亲从来没有。假定这个人有一个儿子，他抢劫、杀人，做他父亲从来没有做过的坏事。他在山上神庙吃祭肉，诱拐别人的妻子。他欺诈穷人，抢劫、扣押负债人的抵押品。他到异教的神庙去拜可恶的偶像，又为收取利息而借钱给人。这种人能存活吗？不，他不能。他做了这一切可恶的事，他一定死。他是自取灭亡。14节到20节，假定这个人有一个儿子，他看见父亲一切的罪恶，却不随从父亲的坏榜样。他不拜以色列的人的偶像，不在山上神庙吃祭肉。他不诱拐别人的妻子，不欺压人，不抢劫。他把抵押品还给负债的人，拿东西给饥饿的人吃，拿衣服给赤裸的人穿。他不做邪恶的事，借钱给人，不取利息。他遵行我的法律，
服从我的诫命，他不必因他父亲所犯的罪死亡，他一定存活。至于他父亲，他欺诈、抢劫、横行霸道，要因自己所犯的罪死亡。但是你们问，儿子为什么不因父亲所犯的罪受折磨呢？我的回答是，儿子做了正当合理的事，他遵守我的法律，实践法律的要求，所以他一定存活。只有犯罪的人该死，儿子不必为父亲的罪受折磨，父亲也不必为儿子的罪受折磨。好人将因行善得报赏，坏人将因作恶受惩罚。如果坏人悔过，离弃他所犯的罪，遵行我的法律，做正当合理的事，他就不必死，一定存活。他所犯的罪都蒙赦免，因为他做了该做的事，他一定存活。你们以为我至高的上主喜欢看坏人死亡吗？不，我宁愿看到他因悔过而存活。如果好人不再做好事，而做坏人所做令人憎恨的坏事，他仍然能存活吗？不，他从前所做的好事不被纪念，他将因背信犯罪而死亡。25节到32节，但是你们说主这样做是不对的。以色列人啊，留心听我解释吧。你们以为我的做法不对吗？其实你们的做法才不对。好人不再做好事，反而去做坏事，他死是因为自己做坏事死的。坏人悔过，开始做正当合理的事，就救了自己的性命。他省察改过，所以不必死，反而会存活。以色列人啊，你们说主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们以为我的做法不对吗？其实你们的做法才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啊，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告诉你们，我要照你们个人的行为审判你们。你们要悔过，离开邪恶的道路，免得你们的罪毁灭你们。要抛弃你们所做的一切坏事，换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以色列人啊，何必死亡呢？我不愿意任何人死亡，你们改过就会存活。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圣经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也就是上帝他对个人的行为责任跟悔改的心意而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谈论。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经文当中，在一开始，在第一节第二节说，上主对我说话，这个我就是先知。上帝他命令他的命令是透过先知来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以色列境内流传这句俗语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这句话呢，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这句话里面透露出以色列百姓他们为了减轻自己的罪恶感，而怎么样？这个他们反映出一个非常普遍人性，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去怎么样？会去想说，这个这个阮顶一辈这个是阮爸阿母啊，还是讲这个是因为我安尼就是因为我爸爸安怎样我举个例子我牧师其实过去还蛮长有一段时间，每次只要人家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这样生气，你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只要跟我的情绪有关系的时候，我很容易就会说因为我的爸爸也是这样但是我没有去讲我自己为什么今天发生的这件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很容易，当别人在询问这个问题怎么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为了要减轻自己的罪恶感，而我们就会去引用别人，或引用环境，或引用谁
但是牧师要告诉各位，上帝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却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我的。第3节说，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我的，无论是父母或儿女的生命都属于我，谁犯了罪，谁就会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生命当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把那个问题归咎于到外在环境、原生家庭、社会环境，或者是任何人，我们的选择可以很自由，但是我们也要对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就是一个应当做的挑战，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今天以西结书在第18章，要透过4个不一样的人来阐述一个非常重要个人的责任跟悔改的生命的真理。而这4种人物不仅仅是在历史当中的例子，也是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可以看见，我们也是这样的样貌。第一段我们一起来看第5节到第9节，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在第5节到第9节里面呢，假定有一个诚实公正的好人，他不拜以色列人的偶像，也不在山上神庙吃鸡肉，不诱拐别人的妻子，不跟荆棘中的女子同房，他不欺诈不抢劫，他把抵押品还给负债的人，拿东西给饥饿的人吃，拿衣服给赤裸的人穿，他借钱给人，不取利息，不做邪恶的事，公正处理纠纷。这种人服从我的诫命，谨慎遵行我的法律，他就是好人，他一定怎么样？他一定存活。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哇，我们很乐意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经文里面他强调，这样的义人因为自己的行为和选择得以存活，他没有因为过去的祖先所犯的罪，或许他的祖先也有犯罪也有犯错但是他是靠着自己跟上帝的忠诚的关系而怎么样？而蒙福。这类的人其实在教会里面，我相信有很多了资深的信徒、属灵的长者，非常稳定的资深在非常尽职的服侍神，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信主多年，非常坚定的信仰。但是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也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在他生命当中，他认为自己比那一些刚信主的人或生命破碎的人更有资格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不是吗？按照圣经的话，确实是这样。但是有没有可能人就会因此而骄傲？有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待，如果我们是属于对这些所做的，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都有做到，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却活在这样律法的义里面。可是圣经里面其实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在恩典当中得着的义恩典不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却需要看重自己的行为到底有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是恩典所带来的生命，而不是用律法。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我们一起来看。假定这个人有一个儿子，就是第5节到第9节的这个义人这个好人这个好人的儿子呢，他抢劫杀人，做了这些坏事，完全跟他的父亲完全是相反的路。他欺压穷人，崇拜偶像，做了恶人。经文非常清楚指出，他将为自己的恶行怎么样？死亡。而且呢，不是因为他的父亲正直而怎么样而得救不是注意他的儿子不是因为父亲做公义的事情、做正直的事情得救那我们是否也时常认为，我们得救，我们好好过我们的生活，可是我们却没有好好教导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得着救恩？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罪的普遍性，在我们每一个义人当中也是如此。就算是属灵的家庭中长大的，还是有可能选择犯罪，不是吗？
我觉得这个在今天讲的这个假定这个人的就这个义人的儿子这个儿子其实在教会里面的第二代其实还蛮多的。那简单讲叫做挂名的基督徒，有很多挂名的基督徒，他们选择，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悔改，他们认为他们每一次都有去教会，他们也行十一奉献，也奉献，他们做应当做的，可是却在他们的心中却时常充满了许多的妒忌跟仇恨。各位弟兄姐妹，真正的悔改是必须要脱离父母亲的信仰，而重新与神建立的关系。第三种人是什么人呢？第三种的人是假设这个恶人接下来就进到孙字辈了，这个悔改的孙子了。这个孙子呢，他是恶人的儿子。他没有效法他的父亲的罪恶，他反而怎么样？他看见父亲的一些不好的地方，他心里面感觉到哇，心生可畏，他会怕。他选择一个正直的路，他归还抵押的衣服，然后去帮助穷人。然后上帝宣告什么？上帝宣告说，他一定存活。17节后面，至于他的父亲，他欺诈抢劫，横行霸道，要因为自己所犯的罪死亡。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有啊。这一类的人往往有些时候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是慕道友，新刚加入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些原本他们愿意或者是那一些愿意打破原生家庭咒诅的人，他们可能没有基督教的背景，甚至是什么？甚至是破碎或不幸的家庭当中出来的，他们真实的经历到上帝的救恩，而愿意离开过去的恶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虽然他们缺乏属灵的根基，他们很容易在试探当中跌倒，我们是否更应当要好好的抓住机会，带领他们去读经、祷告、灵修，甚至教导他们怎么样重新与神建立那美好的关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教会真的是需要成为一个愿意接纳、包容的大家庭。无论任何人有什么样子的错误，有什么样的罪，有什么样不对的地方，我们都要用无条件主的爱去包容他，找出方法来带领他。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经文的第四种人是什么人？第四种人就是正直人转向邪恶的。也就是说24节说，如果好人不再做好事，而做坏人所做令人憎恨的坏事。这好人原地做好原本他都做好的偏偏就怎么样？看到那一些坏人好像做的也都没有得到惩罚，他也跟着做坏事了。正直的人离弃正直的道路，为非作歹。我要告诉各位，行为就跟那一些邪恶的人是一样的。上帝宣告，他过去所行的正直将不再被纪念。各位弟兄姐妹，因为他是因背信犯罪而死亡。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本身已经是基督徒，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但是当你突然间不小心做了一件坏事情，牧师真的还蛮鼓励我们这类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勇敢承认勇敢做一个会道歉的人那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了。我觉得会道歉没有什么大不了，你不用为碍于面子我觉得面子如果站在这句话里面我觉得还蛮危险的。一个人若自以为义，离弃了上帝的道路，他会失去过去他所累积下来的属灵福分这里提醒我们，圣洁与正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个终点比如说我已经我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圣洁，我知道怎么样正直就好了，就会了，就懂了，就圣洁了，就正直了，
没有那回事啊。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保持着一个火热的心。生命或许有些时候会有难处，但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不断的要求自己，我们要对那一些可能曾经火热，然后生命却因为渐渐的冷淡，因为遇到一些难处，跌倒了，甚至离开教会的信徒，只要他还有继续去教会，那感谢主，没关系，我们继续在保持的关系里面联系。但是如果他因此而离开了神，我们要好好的去关心他，祝福他，主动的去关怀，甚至主动的去挽回他。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的圣经节里面，在21节到23节里面提到说，如果邪恶的人如果坏人悔过，离弃他所犯的罪，遵行我的法律，做正当合理的事，他就不必死，一定存活。他所犯的罪都蒙赦免，因为他做了该做的事，他一定存活。你们以为我至高的上主喜欢看坏人死亡吗？不，我宁愿看到他因悔过而存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会觉得罪恶，这个罪一定是带来惩罚。但是上帝在这段话里面超越许多我们对罪这个律法的真理，是一个非常大的超越的提醒。他的心意不是惩罚，而是挽回。那份爱跟怜悯是旧约圣经里面很难得一见的启示内容。这段话也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告诉我们悔改是生命转折的关键。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无论我们过去犯了多少的罪，只要真心回转，不要再犯，上帝就不再追究。这不是简单的宽恕而是一个非常彻底的赦免的动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从今天的圣经节里面看到4个人，4种不同的人。牧师用一个最精要的方式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义人行公义，不拜偶像，不压迫人，帮助贫穷人，必存活。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随时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做一个这个律法主义为义的人，而是要在恩典当中为义的人，让人感受到我们真实的是一个行公义，不拜偶像，不压迫人，帮助穷人的义人。另外一个，即使我们在生命当中，在我们亲人朋友当中，或者是我们曾经就是那个恶人，那个是不好的，犯了很多的不 OK 的事情，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神依然会赦免我们的罪。第3个是一种悔改的。如果我们过去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不好的，我们试着学习，把不好的事情把它改变。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必能够存活。最切记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本身已经是在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甚至你正在走在的教会，你去到的教会，你知道教会是属神的殿，你们就要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信，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主做的。遇到任何的困难，遇到任何的错误，都不是阻扰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试着好好的大家一起坐下来，把它讲清楚。事情没有那么难，所以记得不要做恶事，不要做坏事，好好的把我们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我相信神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是非常大的。带给各位2个问题一起来思考。第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来平衡个人的责任跟集体的罪？这个集体的罪，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就像你可能是初代基督徒，可能你过去你的祖先或者是你死去的亲人，过往的亲人，他们过去曾经犯过一些错，曾经犯过罪，做不好的事情，那么你自己应当负上什么责任？你可能还是处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但是实际上我们从今天的圣经节以西结书告诉我们，个人要为自己的所做的行为负责了。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了。以西结书他特别强调是我们个人在上帝面前是独立的，是独立性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我们不必要为了祖先的罪负责，但我们确实可能还活在那罪恶当中所带来的后果，可能你还是在那个环境当中还在承担，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而受伤，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更大的力量，为祖先的罪悔改，并不是为了我们在承担他们的责任，而是在承认这是一个事实，我的父亲，我的家人，他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我的家人他因为他不懂，他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他正在处在这样的罪恶当中。但是我们认识神，我们明白该怎么样做是最好，所以我们选择断开那样的关系。简单来讲，就像我刚刚提到，如果我的脾气是一个不好的，我知道我的父亲他的脾气不是那么 OK 的，那我求神帮助，我在祷告里面我求神给我智慧，神告诉我说，这是因为你的父亲他不了解不认识神，他没有很深认识神是讲爱的神，神是讲话语是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来陈述的。所以到最后我选择当我自己做父亲之后，我不断提醒我自己，我的师母也不断在提醒我，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在教导孩子。所以我就更深的了解，我必须要跟这样的关系做切割，不是跟我的父亲做切割，而是我必须要针对这个行为，我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集体性的过往的这些家人家族可能所遗留下来的这些错误的方式，我们选择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的生命会得着自由跟释放。第二个问题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是悔改的行为跟内心要怎么样做平衡。简单来讲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所谈到很多的行为我们必须要怎么做，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会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办得到。所以呢，你会发现以西结书18章里面他谈到很多行为该怎么样做，强调行为的那个重要性。可是我们要换个角度来想，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其实新约里面他特别强调的是因信称义不是行为所以我们应当要去理解这个悔改到底它的意思是在讲什么。其实悔改在原文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心思意念的转变所以这种转变必然会带出外在的行动，不是吗？所以假如说你今天你知道要悔改，可是你的心里面本质里面你却觉得我以前这样做会比较好，比较方便，而且比较可以继续走下去，那你嘴巴讲出来并不是真的悔改所以为什么耶稣他曾经在马太福音3章8节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跟你们的悔改相称要一致也就是说，其实耶稣早就知道，在人的面前，其实很多人都是讲出来的话跟他的行为所产生的这个生命的果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悔改不是单纯的内心的感受而已，而是一种真实的从外在的行为都会改变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现在非常讲究在看待一个信徒在我们生命外在的行为的表现跟他的内在的喜乐有没有一致，盼望有没有一致，信心有没有一致。所以如果内在东西没有先处理有些时候你并没有办法真正做出真正悔改，甚至得着结果实的生命的。以西结书18章里面谈到这4种人，其实提醒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应当要如此怎么样看待彼此。我们看到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信徒，我们不应该依据一个人的背景或过去他所犯的错误来论断他，我们更应当看重的是他所做的事情在当下他的选择，
如果他做错了，我们实际上是应当要怎么样？要立即为他祷告也好，或者是带领他一起来讨论为什么你会这样做。我们一起把那个问题厘清清楚，然后来做个解决。我们相信，对于那些依然在犯罪的人来说，或者是做错的人来说，会因为我们的那份爱心跟陪伴、劝勉，上帝的心意自然就会帮助他。其实上帝的心意不喜欢任何人死亡啊，今天的经文不也是这样说吗？而是要我们悔改，而是要我们能够真正生命继续活下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得着信心跟力量。我们需要有热情去接纳，更多的热情去接纳包容，更多需要福音、需要生命、需要活命的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力量全力的去扶持支持这些人，帮助他们在神的面前得着悔改的生命。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透过以西结书让我们更深的明白悔改，真实生命从心里面的悔改，使生命得着活命的真理。感谢你的真理的话语是那么的充满公正性，充满盼望，充满让我们更多的力量，能够继续为主而活。恳求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为自己的生命有负责任的心思意念。我们感谢你的怜悯，让我们看见无论我们过去如何，只要回心转意归向神，我们生命就会有盼望。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不仅明白这份真理，也能够真实活出这样的生命，让我们不再去抱怨过去的人事物，也不再去将责任推卸给别人，而是勇敢地为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当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求神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心思意念，更新的灵，让我们懂得愿意怎么样离开罪恶的想法，离开不好的意图，离开不好的言语，单单跟随你的道路来走。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成为荣耀的见证人。向你献上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半，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下次再见。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